咁多位中學同學，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嘅中文頻道。我係你哋嘅補習導師。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關於大臣同阿伯嘅故事。大家有冇試過喺街見到啲隱世高手，或者打機嗰陣，你以為自己已經係全服最強，點知突然冒出一個等級超低但操作神一般嘅阿伯，仲要淡淡然同你講句冇咩嘢嘅，玩得多咪熟咯。呢種感覺係咪好大諷刺？但又令你無話可說。今日我哋要睇嘅呢篇課文就係古代版嘅大臣遇上隱世阿伯歐陽修嘅賣油翁。咩係借事說理？喺入正題之前，大家要先掌握一個好重要嘅寫作手法，叫做借事說理。顧名思義，就係透過寫一件事嚟帶出一個道理。不過大家要注意，雖然好多文言文好似我哋學過嘅雙仲永係用先敘事後說理嘅方式，但係歐陽修喺賣油翁入面用咗一個更生動嘅技巧，就係借助故事入面嘅人物嚟說明道理。呢種手法有咩咁特別？大家想象下，如果你阿媽每日喺你耳邊話：仔啊，你要勤力啲溫書啊，熟能生巧呀，你一定覺得好煩，好說教。但賣油翁唔係由作者跳出嚟講大道理，而係透過人物嘅言語同埋行為，即係賣油阿伯嗰句淡淡然嘅為手熟耳，同埋佢嗰首滴油穿淺孔嘅絕技，等你自己去參透入面個道理。咁樣做嘅好處係可以將道理同故事融為一體，令讀者唔覺得作者喺度講道理或者說教，反而會覺得更加具體明白，令我哋更容易接受同埋有更深刻嘅體會。故事主角係一位叫陳堯之陳康叔公嘅官員。佢係當時嘅射箭大臣，戰術係當世無雙。佢亦都因為咁樣感到非常之自矜，即係好驕傲。有一日，陳大臣喺屋企後花園練習射箭，射10支中8、9支，圍觀嘅人都睇到目瞪口呆。但係呢個時候，有個賣油阿伯行過，放低擔子，斜住眼睇，睨之，見到陳大臣射得咁準，阿伯竟然只係微合之。即係微微點下頭咁大把。陳大臣見到阿伯個樣咁招積，當然好唔順氣，即刻質問佢：你都識射箭，唔通我嘅戰術唔夠精湛咩？點知阿伯淡淡然回咗一句：無他，但手熟耳，冇咩特別，只不過係手勢熟練啫。呢句簡直係成個森林嘅火都俾你點着晒。陳大臣大發雷霆：你點敢輕視我嘅戰術？高手通常唔會淨係用口講。阿伯直接表演神技，佢攞出一個葫蘆擺喺地，口上面放一粒中間有窿嘅銅錢，然後攞個料子慢慢將油滴入去，隨意撈，着油瀝之。結果呢，油穿過淺孔入咗葫蘆，但粒銅錢完全冇濕到。阿伯又係嗰句：我亦無他，唯手熟耳，我都冇咩特別，只係手熟啫。陳大臣見到呢幕，唯有尷尬咁笑咗笑，打發阿伯走咗。呢篇文之所以好睇，係因為兩位主角性格鮮明。陳堯之佢恃才傲物，自恃戰術無雙，容不得人哋一聲質疑，性格比較驕傲自負。但佢亦明白事理，雖然佢起初好嬲，但見到賣油翁真係有真材實料之後，佢並冇惱羞成怒去處罰阿伯，反而係笑而顯之，說明佢都係一個明事理嘅人。賣油翁佢身懷絕技，老練自信，佢滴油穿淺孔嘅技術簡直係出神入化，而且表演過程好冷靜，好從容。佢又率直不阿諛奉承，面對高官唔會因為對方地位高就擦鞋，反而係實話實說，指出對方只係手熟。呢個故事想話俾我哋聽，熟能生巧，無論係射箭定係針油，只要勤學苦練，堅持不懈，就一定可以掌握到高超嘅技藝。同時，作者歐陽修亦都想勸我哋唔好恃才傲物，目中無人。各位同學，如果你喺某一科或者某個興趣上面遇到樽頸位，覺得自己唔夠人聰明，唔緊要，記住賣油阿伯嗰句：我亦無他，唯手熟耳。只要你肯花時間練習，你都可以成為大神。今日嘅講解就到呢度。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理解賣油翁，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留言話我知你覺得陳大臣定係阿伯勁啲，仲有記住讚好分享俾你嘅同學仔，我哋下次再見，拜拜。